最近伫咧网络顶有真侪人伫咧讨论草仔粿这三个字，唔知你是念台语还是华语咧？也有网友就整理真侪台湾的好食物，其实本地都是拢讲台语的，亲像草仔粿、麦仔茶，也有蚵仔煎等等。因为咱台湾社会也有咱的教育，咱本地定定拢是以华语来去思考的。这款状况哦，或者是表示嘛，造成讲颠到真侪台湾人伫咧看到汉字的时阵，也惯势用华语来去思考。红菇粿、冬仔米糕，还有即份蚵仔煎，若即寡台湾的好食物，你是用台语来讲，也是用华语咧？最近伫网络顶，真侪人咧讨论，看到草仔粿这三字应该安怎念才对？有人会用华语读，但是也有人认为讲台湾即寡小食一定要用台语来读，较有台湾的气口。亲像草仔粿、麦仔茶、蚵仔煎、挂包、冬仔米糕、红菇粿等等。讲是安怎？有人感觉讲，即款物件爱用台语来讲较有气口吼。啥物是气口？就是讲听起来才感觉讲，就是即个物件，就是因为即款物件本来就是咧台湾话的文化、甲台湾话的环境发展出来的啊，所以看到“粿”即字，你用中文去念“粿”，是毋是足奇怪？老实讲，真侪所在拢有汉字，亲像广东话、日本话，但是即马台湾人有真侪人看到汉字，就惯势用华语落去思考，敢若想着讲用华语来读，这和华语伫咧台湾受过强势有关系。有客家族群也表示，客语矛拄着共款的问题。像迄讲摕外人个片，就外人乡下个片，迄讲即个母语嘅点存的方式，就加个片一定系听的，一定系谈的是的。毋过摕萝卜的话就无一听的，就变成讲一定要讲华语。故所就习惯方就会安尼讲即个熟识的，像面扒饭啊、米奇蒙安尼。亲像伫客语内面，草仔粿就号做硬饭，麻糍就号做糍粑的，肉粽就号做粽的。伊也表示，面对华语的强势，就敢若剩伫咧客家庄头，才有机会讲出这事物的名。伊也毋茫讲，若是讲食客家的小食，会当用客语来点菜，会搁较亲切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